当我们向外追寻时，常感到匮乏与动荡。但你是否想过，一切答案或许早已在你之内？我们的本性原本就是清净无染的，它从未被外界的纷扰真正污染，如同乌云背后的晴空始终存在。这颗本心从无生灭，它不因身体的成长衰老而增减，不因际遇的起伏而存亡。你本就是圆满具足的，无需向外拼命索取认可或填充。这种具足感带来内在的安定，不为外境所动摇。正是这如不动的本性，蕴含着无尽的潜能。世间万法，森罗万象的智慧与创造，都从这宁静而丰盛的本源中自然生发。认识它，便是认识自己最真实的模样。Namo Amitabha Buddha